想看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下厝》。小丁啊，哪会是你伫遮煮饭？阿梅咧？阿姨，我想讲吼，要煮一寡建昌爱食的物件，我叫阿梅去甲囡仔洗身躯啊。你有这款改变吼，阿姨足欢喜的啦。对啦，建昌人咧？建昌接到保证派人送来的批，爱就出去啊。保证派人送来的批。是去倒位？我嘛唔知影。你无甲伊问哦？阿姨，我相信伊，伊即马吼袂阁去跋筊啉酒啊啦。安尼真好，真好。可以讲安尼乱糟糟啦。建昌啊，恁某的用心吼，阿姨足希望讲你会当珍惜，安尼大家都有望。正好买空厝，就这间啊，内底那暗锁锁。皇上，哪拄拄着你？借问吼，你有看到阮咧大汉朝迄个紧斗无哈？我唔知啦，我即阵吼无迄个时间通甲你讲这，我要紧来找建昌。小等下，你讲啥？建昌？是啊，这么人伫倒？就伫遮哩。皇上，歹势，我著捌无几字，你直接甲讲啦。你心爱的人伫庄仔买空厝等你啦。心爱的人敢会是周文英？袂咧，我要出来收你都爱伫厝的，毋是啦。那你是啥人？婚礼，皇上，紧，咱紧来，要紧，紧。是啦，这个，安尼看哪条？内底有暗暝梦。看慢。哎。
干建秋，哪里？别讲怕啦，怕死嘛唔知影，伊根本都唔知人啦，别讲怕啦。我说，人伊遐善良，遐尼大个查囡仔，伊安尼强糟蹋，咱强算长，我甲教死者要来用你啦！别讲怕啦，别讲怕啦，别讲怕啦。我送，啊人一个查囡仔，人伊安尼强算长，你叫人后摆要安怎做人啦？我来讲，你敢知影？伊条要加我，伊是我的离婚体呢！伊即摆呢，我摆要安怎啦？这可能是一个误会啦，我相信建昌唔是这款人，伊绝对袂做这款代志。我马上，无知你食较济啊，我才尊重你。你系事情败到咱两目睭人看，因两个即摆安尼，你要搁安无等家的人，安尼敢对啦？我甲你求啦，我甲你求，你莫搁甲拍啦，好无？你莫搁甲拍啦，拜托你啦。我马上你电台要安尼用贵的啦，芬妮，你紧正视啦，芬妮，建昌，我错了。芬妮，你正视啦，芬妮啊！紧入来房间叫回去。你是安怎啦？是发生啥物代志哈？哪有发生这款代志啦？阿姨啊，是发生啥物代志啊？建昌哪有拍到安尼啦？小丁啊，你先莫问遮多，紧来去摕一杯茶，通我互建昌啉紧。伊是毋是搁啉酒啊？我无啉酒啦！毋过你规身躯拢是酒味的。对啦，啊，着建昌甲人啉酒吼，去甲人冤家相拍啦，无啥物代志。紧来，你去摕一杯茶，顺续吼摕一寡药仔留建昌抹，紧来，紧去啦，紧来。阿姨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无啉酒啦，我啥物代志拢无做，你一定要相信我啦！较细声咧啦，这落代志你敢要让小丁知影是？阿姨，我真正无啦。你吼，安尼甲迄个查某倒踮咧面床顶，正人看的。啊，你这阵安怎解释，人敢会相信？一定是人甲我设计，人甲我陷害啦！阿姨，你一定要相信我啦！哎呦，你是查甫较袂要紧哦，也毋过对方是一个查某囡仔，安尼去互糟蹋，这人有够可怜的啦。要安怎？阿姨，我拜托你，你替我去迄个查某囡仔因兜行一转好无？发生这款代志，总是我的唔对啊！阿姨，我爱负责任，我爱甲人下实的，互人一个补偿啦。好啦。芬妮啊！阿红兄，婚姻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你甲我讲好无？
遮尼侪年啦，我嘛看过婚姻遐尔伤心，遐尔艰苦，伊一定发生啥物代志对无？无啦，无代志啦，你莫让我白想好无？啊！婚姻，婚姻，婚姻啊，拜托的啦，你莫安尼好无？你互婚姻我争一个好无？你莫甲我救啦！啊，婚姻啊，你莫甲我救啦！婚姻去担架，是不是担架人家欺负？无啦，你莫安尼我白想好无啦？还是你无要娶伊，你反悔啊对无？无啦，我来反悔，我要娶婚姻，我要娶婚姻啊，你听有无？婚姻啊！婚姻，你到底发生啥物代志？你甲婚姻这个讲，每一一定会替你做主的。阿凤呀，我无法度嫁你，我一世人都无法度嫁你啊啦！婚姻啊！婚姻，婚姻啊！婚姻啊！啊！阿凤呀！马上念头家，王先生，等你是搁来要创啥？啊！啊，着建昌叫我来甲你下失礼啦。好，王先生，你等等，你莫讲我我马上，建昌做啥物代志？谁来你也回心嘞？无？文英啊，你莫黑白想啦，无啥物代志啦，王先生。阿凤呀！我马上，你若是甲我做啥物代志？文英啊，我。我马上，你讲啊！你老实讲啊！建昌啉酒醉，啊，甲婚姻。嘿，王先生，你等，我跟你讲，阮从你担架扛起来，我足惊你，我足惊你，你等下，我惊你担架啦，你担架啦，我足惊你，等你，你走啦，走啦！文英，我跟你讲，你莫。阿凤呀！建昌做对婚姻做啥物代志？你讲啊！无啦，无啥物代志啦，啊我啊！你到底对婚姻做啥物代志？你讲啊！家长，我啊！你讲啊！我甲你讲啦，就算唔知哦，建昌啦，啉烧酒醉啦，全规我你做甲强落啦，啊！建昌！婚姻，你讲，是不是陈建昌对你安怎？你讲啊，是不是陈建昌对你安怎？我一时无希望看到你，对我甲阿凤也结婚了，一个人孤孤单单。我也想要去甲陈建昌讲，你个即马搁咧待伊，想要甲陈建昌伊欺负你对无？伊欺负你对无？我要是要安
做不甘放袂记。母娘，母娘，你要去倒？我要找陈建昌，叫我回这公道。母娘啊，母娘啊！我就知你只要知影这样代志了后，你一定会去找迄个情师。我唔才会甲你讲，你袂用去记，你袂用去记啦。阿红呀，我你是为着我嘞，你是为着我才变什么嘞？这好我早囡仔叫糟蹋干的，你叫我一世人良心要哪会得过啦？啊，我良心敢就会得过？伊嘛是为着我，伊嘛是为着我呢。文英啊，你较冷静的，你较冷静的，你听我讲吼。文英啊，我昨暝哦，前日仔受伤，我本来嘛按算菜刀爷来要去甲伊输赢，也毋过我受一个倒转来，我就算讲去甲台死，敢会当减轻阮伊的痛苦？我对亲手纸，这世人我绝对会全心全力来照顾伊。我做牛做马都会去弥补伊，好不？陈建昌，你让我就伤心，我对我是要安怎交代啊？